一早我哋就搭230R 去羅亞方舟，好快就到門口啦。呢個就係爸爸心心念嘅巴廉，每個設施要嘅代幣都唔同。呢個遊戲要先拎籌。爸爸得到勳章1個，呢個都要拎籌㗎。先填上顏色，跟完之後巴士就會喺牆上出現啦。職員首先講解遊戲玩法，大概都係將站名同路線 match。原來真嘅站牌係咁重㗎。除咗巴士遊戲，羅亞方舟仲有其他嘢玩㗎。除咗室內展覽館，仲有室外設施，估唔到仲有家庭單車玩。
玩得好開心。